祝我们同行在。
有杂念，有在这世界上的束缚，主啊，都求你我们去做离开。让我们每个人这个时候是单单的在你的面前来敬拜。求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交托在你的手中。也就是把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都能够敞开心，才能迎接你坐在我们里边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献上这首我起初的心。哈利路亚。主，我的爱你，不愿再失礼，我深长的足迹，因为我有你，我放下我自己，让我找回起初的心，找回起初的心。我已做了决定，要全心跟随你，贴近你，靠近你，心跳声音我愿意，在与你共同经历，点燃我灵，点燃我倾倒所有我生命的热情，贴近你，靠近你，心跳声音我愿意，在与你共同经历，点燃我灵，点燃我倾倒所有我生命的热情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一起来唱这首歌。等等，在唱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我们手放在我们心上。我们在唱的时候也对主耶稣，我们是否像起初那样爱他的，在爱他？我真的要我离，不愿再失礼。我成长的足迹，我成长的足迹，因为我有主耶稣，在我每个弟兄姐妹的身旁。我放下我自己，找回起初的心。我已做了决定，要全心跟随你，贴近你，靠近你，心跳声音我
耶稣在这个时候能够安静我们的弟兄们的心。也求他让我们每个人能够再次找回那个起初爱他的心。点燃我的心，点燃我的灵，让我们每个人可以再次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身边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是如此爱我们的弟兄姐妹。你让我们每个人或许会遇到一些羁绊，甚至是世界的诱惑，离开了当初那个在教会里那样寻求你、渴慕你那个火热的心。我求你再次点燃我们弟兄姐妹心的灵。我们知道，无论我们在遇到任何困境、患难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主你在我们每个人的身旁，是我们要体会那爱的心，让这个十字架在前头，十字架让我们背起每个人自己的十字架，把这个世界放在我们的身后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求你圣灵这个时候。